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光复乡当地光复高职，本来是咧做灾民的临时收容所，但是这个积水愈来愈悬，加上停电，所以花莲县消防局是透暝甲灾民刷到大正国小，但是也是无水通用。军方早起出动着水车来支援，让这个灾民会当好好啊洗食来身躯。 大台水车连接水管，将水送到卡桶内底。军方早起出动水车支援，灾民等2天，总算等到水通洗身躯。按照时间排队沐浴。有电啊，没有水而已。厕所那些是也都没有。 灾民伫昨深夜前到大正国小的收容所，也毋过拍开水道头，共款无水。军方伫今仔日早起出动水车支援。 军方的水车是甲台水协调，台水先伫咧收容所附近的水塔补水。台水讲，灾情加上着山鸟救援有破坏水管，所以即马等咧处理。加上壁厝内也需要大量的水，水压不够，按算今仔日水才会来。灾民拢先踮伫台正国小教室内底，虽然要无水，毋过尚无有电。 因为打开始加做避难所的光复科技，受到放山湖溢流的影响，无水无电，只好透暝撤离。那边从这边过去，右转，再左转。等一下，你们没有灯，等下会受伤。学生啊，未敷餐好满，敢会当用塑胶袋遮好。校园内底拢是6个麦芽，每一步拢真艰难。 搜救人员伫头前引导方向，不时回头关心学生的安危。大家有啥向前行？搜救人员爱细汉囡仔离开，行到一半，有民众的脚互刮着伤，搜救人员紧来甲膏药啊！直接弹绷弹紧，压住弹绷弹紧，弹绷拿起来，弹绷拿。因为水位清悬，加上停电，烦恼有安全的记录。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人员引导民众撤离到其他更较安全的所在避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